你係咪都有咁樣嘅煩惱？明明大家同坐一張台食飯，點解有啲人去到70-80歲依然行路帶風，腰好腳健，塊面紅潤到好似生晒果咁，越活越精壯？但相反，有啲人啱啱過咗50歲大關，就已經周身骨痛，孱到藥煲咁，行多2步樓梯都扯晒蝦。尤其係而家班後生仔，每晚熬夜鋪清，轉頭又狂敷幾百蚊一塊嘅名牌面膜，一邊驚死自己短命喺度瘋狂焦慮養生。另一類人又喺度大魚大肉，宵夜珍奶不離手。其實大家根本抓唔到重點，真正決定你衰老得慢定快，身體防線穩唔穩固嘅關鍵，從來都唔係啲咩燕窩、人參、名貴補品，而係你一日3餐食入肚嘅普通烹菜。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拆解一本喺日本掀起過好大轟動嘅養生天書，叫做《長壽飲食術》。作者係當地一位非常傳奇嘅名醫，叫鎌田實。呢位醫生用咗足足50載嘅臨床經驗，做出咗一件轟動全日本嘅醫學奇蹟。佢憑住自己一套獨門嘅飲食理念，硬生生將2個原本喺全日本壽命墊底、疾病率高到嚇死人嘅縣，直拉上長壽榜嘅冠亞軍位置。呢啲絕對唔係咩江湖傳聞，全部都係有官方數據支持嘅真實記錄。佢嘅長壽魔法其實就寫晒喺呢本書入面。早喺1988年嗰陣，佢主動跳入去當時全日本中風發病率最高嘅長野縣，經過佢20幾載嘅飲食改造，嗰度男女嘅平均壽命直接躍升做全國第一。之後佢又將呢套方法帶去佐賀縣，去到2020年嗰陣，佐賀縣女性嘅健康壽命平均去到85.2歲，同樣係全日本封冠。一個醫生用同一套方法創造咗2次奇蹟。我哋今日唔單止係導讀一本書，更重要嘅係要爬開嗰啲活到90幾歲，仲可以朝朝自己拉架、買汽車、去條街度買嘢、煮飯嘅精靈老人家，睇下佢哋餐桌上面到底收埋咗咩不可告人嘅秘密。我首先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想長壽最核心嘅條件係咩？好多人第一反應會話係睇基因啦、睇運數啦，或者保持心態開朗。呢啲固然有影響，但鎌田實醫生用佢大半世人嘅行醫經驗話俾我哋聽，真正決定你到老都仲行得、食得、健健康康活到天年嘅，全靠呢5個字：肌、骨、血、腦、腸。呢5個字就係你身體健康嘅終極通關密碼。我同大家逐個字拆解。首先，肌就係肌肉，你四肢同核心嘅肌肉量，直接決定咗你老咗之後，仲可唔可以自己由張床度企起身？可唔可以自己行去廁所屙嚿屎，甚至可唔可以自己着衫褲褲？好多老人家晚年最慘嘅唔係生癌病死，而係跌倒，因為肌肉流失得太勁，雙腳根本唔夠力支撐，一跌就骨折，一骨折就要手尾長，長期臥床。而老人家一臥床，全身上下嘅機能就會好似滑梯咁退化得極快。第二就係骨，即係骨骼。骨質疏鬆呢4個字絕對係中老年人嘅隱形超級殺手。你以為自己行得走得就代表骨頭冇事，其實入面可能一早已經疏鬆到好似舊沙翁咁，一脆就散。第三係血，指嘅係血管。鎌田醫生講過一句好精闢嘅話：人同血管一齊變老，你嘅血管有幾年輕，你個人外表同內臟就有幾年輕。一旦血管塞咗、硬化咗，成個人嘅衰老速度就會即時加速。第四係腦，即係大腦。而家認知障礙症，即係我哋俗稱嘅腦退化症，越嚟越普遍。去到晚年，如果連自己朝夕相對嘅仔女都認唔出，對成個家庭嚟講，真係一個好大嘅悲劇。最後就係腸，即係你嘅腸道，你每日吞落肚嘅營養能唔能夠吸收，體內嘅毒素、垃圾排唔排到出嚟，全部都係由你條腸道話事。呢5個部位就似是支撐住你身體呢間屋嘅5條主力大柱。是但有一條柱出現白蟻或者爛條鐵，成間屋都會搖搖欲墜。而鎌田醫生呢本書最珍貴嘅地方，就係教你點樣用最日常嘅飲食，將呢5條大柱逐條重新加固。我哋先嚟睇第一條主力柱，肌肉。好多人有個誤解，覺得操肌呢啲嘢係 gym 房班大隻後生仔先要做嘅事，同自己呢啲有咁上下年紀嘅人冇關。咁諗你就真係大錯特錯。書入面用數據講得清清楚楚，人一過咗40歲，如果你由得佢自由發揮，唔主動去補充同鍛煉，你嘅肌肉每年會以0.5%到1%嘅速度默默流失。而一旦過咗50歲，流失速度仲會翻倍，加快到每年1%至2%。大家可以計數，10年落嚟，你身上最寶貴嘅肌肉會平白無事冇咗1成到2成，去到70-80歲，好多人瘦到好似人乾咁。
嗰種絕對唔係咩骨感美，而係虛弱到連風都吹得起。要解決呢個危機，鎌田醫生俾出嚟嘅絕招好簡單，蛋白質。佢大力推崇一個叫高蛋白質早餐嘅習慣。我哋好多人朝早趕返工，或者老人家圖方便，通常都係吞個麵包、塞個饅頭，或者煲碗白粥配榨菜就當一餐，完全冇意識到咁樣嘅早餐碳水化合物爆棚，但蛋白質幾乎係零。書入面就教咗一招叫味噌湯配雞蛋革命。簡單嚟講就係你頓早餐入面必須要見到雞蛋，一定要補充優質蛋白。佢仲叫大家要培養食高蛋白零食嘅習慣，喺餐同餐之間如果肚餓，唔好去食薯片、蛋糕，改食一啲好似堅果或者無糖乳酪呢類有豐富蛋白質嘅小食。其實好多人身體差，唔係因為食得少，而係因為食錯比例，食埋一大堆澱粉質，但最關鍵嘅蛋白質就嚴重唔達標。跟住落嚟講第二條柱，骨骼。想要骨頭硬淨，書入面歸納出兩個核心，第一係飲食要夠均衡，第二就係要拼命補鈣。呢兩句話大家聽收音機睇電視都聽到耳繭都出埋，但有幾多人真係有認真去執行？鎌田醫生喺度特別點名咗兩種大家最容易忽略嘅維他命，維他命 D 同維他命 K。呢兩樣嘢係強健骨骼嘅幕後大功臣，但現實中我哋大部分人都極度缺乏。維他命 D 主要靠曬太陽，由皮膚自己製造，但我哋每日朝九晚六匿喺寫字樓，放假又驚曬黑，匿喺屋企嘆冷氣，曬太陽嘅時間少之又少，加上平時嘢食入面又吸唔夠，骨頭想硬都難。至於維他命 K 就大量存在於一啲發酵食品入面，例如日本好流行嘅納豆。鎌田醫生直情將納豆捧為長壽神器，因為佢一盒就可以滿足曬你補充蛋白質同維他命 K 嘅要求，一舉兩得。再嚟講第三條柱，血管。呢部分我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去聽。鎌田醫生強調，血管嘅壽命就等於你個人嘅壽命。好多人表面望落去精精神神，但其實血管入面一早已經塞滿晒脂肪同垃圾，血液行得極之慢，各種慢性病就係咁樣排住隊嚟。而名醫俾出嚟嘅通血管秘訣，竟然係兩個字：減鹽。道理3歲細路都明，但做起上嚟就真係考功夫。我哋平日常常出街食茶餐廳、炒粉麵飯，全部都係重口味，唔多油多鹽就覺得冇鑊氣。但當年鎌田醫生喺長野縣做嘅首要大計，就係逐家逐戶去推廣減鹽運動，結果血管病嘅發病率真係即時大跌。除咗少放鹽，佢仲推薦大家多食青貝魚，即係好似參魚、秋刀魚呢類背部青色嘅深海魚，入面含有好多好嘅脂肪酸，可以幫血管清除垃圾。如果嫌餐餐煮魚麻煩，醫生仲教咗一招好貼地嘅方法，就係去超市買魚罐頭。因為而家嘅高壓密封技術保留咗好多營養，開罐即食，對於冇時間煮飯嘅打工仔嚟講，絕對係保命捷徑。第四條柱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大腦，老一輩最驚嘅嘢，莫過於老咗之後個腦退化變到懵懂。鎌田醫生指出，想要預防腦退化，關鍵就在於要懂得如何調理飲食節奏，即係話你食咩，同埋以咩次序去食，會直接指揮你個腦嘅退化速度。書入面特別點名讚揚洋蔥呢樣蔬菜，因為洋蔥入面含有豐富嘅低聚糖，可以大大增加你腸道入面嘅好菌。而最新嘅醫學研究一早就證實咗，腸胃同大腦嘅神經係互相連通嘅。多食洋蔥可以幫大腦保持清醒，改善認知機能。另外，大腦最怕嘅就係體內嘅血糖突然飆升，又突然暴跌。所以書入面教大家一定要用蛋白質優先飲食法，每次食飯嗰陣，第一啖先食肉、魚或者蛋呢類蛋白質，跟住食蔬菜，最後先至去碰米飯或者麵條呢啲澱粉質。只要改一改食飯次序，你嘅血糖波動就會變得好平穩，大腦自然就老得慢。最後一條柱就係人胃最大嘅防線——腸道。書入面有一句好生動嘅總結，話蔬菜同發酵食品就係你腸道嘅最佳化妝品。腸道係人體最大嘅免疫大本營，你個人容唔容易病，全睇你條腸道嘅菌群夠唔夠壯大。而家好多年輕人動不動就傷風感冒、皮膚過敏，好多時就係因為平日亂食嘢，搞到腸道入面嘅壞菌多過好菌。鎌田醫生喺書入面教大家嘅整腸方法，其實好低成本，就係每日食多啲有高膳食纖維嘅綠色蔬菜，同埋多食發酵食物。佢好推薦大家去食秋葵，因為秋葵切開之後嗰啲黏糊糊嘅汁液，對胃壁同腸道黏膜有極好嘅保護作用，仲可以順便控制埋血糖。另外，好似黃秋葵同椰棗呢類高纖食材，都可以幫腸道做大掃除、排走宿便。講完呢5大核心，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呢本書入面最令我覺得嘆為觀止，同時又覺得好實用嘅生活細節。
鎌田醫生喺書入面首創咗一個叫4選2飲食法則，咩意思呢？就係佢明白現代人生活節奏太快，如果要求你餐餐都做到完美嘅營養均衡，你堅持咗3日就會想放棄。所以佢將門檻降低，佢列出4類健康食物，你每餐只要好似玩選擇題咁，是但執其中2類放入嘴就已經達標。呢個方法真係好體貼，令你唔會覺得健康飲食是一件好大壓力、好痛苦嘅事。更加貼心嘅係，呢位名醫竟然公開力撐大家去活用預先包裝食品，佢完全唔反對大家去買超市嗰啲即食包或者叮叮嘢食。佢覺得現代人咁忙，只要你懂得選擇，合理利用呢啲便利食品去補充營養，反而可以令你更加長久地堅持健康嘅生活模式。呢個觀點真係非常務實，畢竟唔係每個人都有福氣，或者有時間可以天天自己猛睇做大廚，一味追求高大上嘅完美主義，最後只換嚟直接放棄。書入面仲教咗好多有趣嘅生活小秘方，例如佢自己好鍾意飲肉桂咖啡，好多人朝早都要嘆杯咖啡提神。鎌田醫生就話，你只需要順手喺個咖啡面上撒少少肉桂粉，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為身體帶嚟額外嘅抗發炎同穩血糖功效。你看，呢啲就係佢所崇尚嘅微調養生法，完全唔需要你過苦行僧咁嘅清修生活，而係在不費吹灰之力嘅日常小細節入面做少少改變就收到大成效。佢仲好推薦朝早1杯奶、睡前1杯奶嘅懶人習慣，既可以幫老人家穩固蛋白質吸收，又可以改善睡眠質量。喺呢度，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書入面收錄嘅真實個人故事。鎌田醫生之前喺佐賀縣開辦咗一個長壽特訓班，叫鎌田塾，入面有一位最年長嘅大師兄叫川富達夫，當時已經係93歲嘅高齡，一個已經活到接近奇異之年嘅老人家，依然朝朝好有朝氣咁去返學。學習點樣可以食得再健康啲，活得再精靈啲。呢件事本身就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巴掌。健康長壽從來都唔係坐喺度或者瞓喺床度等返嚟㗎，而係靠你自己主動去贏返嚟㗎。呢位老人家可以活到93歲，依然耳聰目明，絕對係因為佢喺每日嘅飲食細節入面做對咗好多決定。大家有冇發現呢幾年身邊不論男女老幼對自身健康嘅關注度都係幾何級數咁上升，好似由舊年開始，養生呢2個字喺各大社交平台都直接爆晒燈。以前啲後生仔女只知飲珍珠奶茶，而家居然都開始人手一保溫杯，入面浸住幾粒枸杞，一收到公司嘅身體檢查報告就緊張到不得了。點解會咁？因為我哋呢一代人嘅身體由於長期嘅生活惡習，一早已經透支晒。每日無休止嘅通宵加班，餐餐叫重油重鹽嘅外賣，一咗就10幾個鐘唔喐，加上生活同供樓壓力大到爆棚，咁樣嘅生活方式直接導致好多人表面上只有30歲，但身體年齡一早已經退化到40、50歲嘅阿叔阿嬸咁。我哋唔係唔想健康，而係面對網上排山倒海嘅養生資訊，根本唔知由邊度入手。而鎌田醫生用咗50年嘅行醫記錄話俾我哋聽，最簡單最有用嘅入口就係由每日嘅第一口飯開始。食飯呢件事你避無可避，一日3餐你都要做。既然一定要做，點解唔順水推舟，將呢3餐變成你保養身體嘅最強武器？書入面好慷慨咁列出咗22種佢親測有效嘅長壽食材，全部都唔係咩名貴嘢，好似秋葵、洋蔥、納豆、高野豆腐、清貝魚、椰棗。呢啲全部喺你屋企附近嘅街市或者百佳惠康都隨手買到，而且全部都係平民價錢。最正嘅係佢教嘅烹飪方法簡單到連地獄廚神都一定學得識，好多時只需要你切碎攪拌一下，淋少少健康嘅醬汁，或者直接放進微波爐叮1-2分鐘就可以上碟食得。佢唔係想訓練你做米芝蓮大廚，佢只係想用最省時省力、最啱懶人嘅方式，令你每日都食得更健康。呢個先至係真正貼合普通老百姓生活嘅終極長壽方案。整本書入面最震撼我心弦嘅係鎌田醫生提出嘅一個時間觀念。佢話健康長壽呢4個字絕對唔係等到你7老80發現對腳唔聽使嗰陣先至去臨渴掘井嘅嘢，而係由你睇緊呢條片嘅呢一刻開始就要着手準備嘅長線投資。你今日吞落肚嘅每一口嘢食，其實都係喺度為你10年後嘅身體投下神聖嘅一票。你今日願意喺早餐入面加多隻蛋，10年後你嘅4肢肌肉就會好感激你。你今日出去食飯，願意同伙計講聲少鹽走油，10年後你嘅血管就會好感激你。
你今日願意喺餐桌上面加多2盤菜，食多盒納豆，10年後你嘅腸道就會多謝你今日嘅英明決定。所有嘅健康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變出嚟嘅神蹟，佢全部都係靠你每日一點一滴嘅飲食累積出嚟嘅最終成效。好多坊間嘅健康書好鍾意搞恐嚇營銷，呢個唔准食，嗰個有毒唔好掂，搞到大家每逢食飯都好似做賊咁，壓力大到黐線。但鹽田醫生完全相反，佢最強調嘅2個字叫做愉快。養生最緊要不費力，喺高高興興享受人生美食嘅同時，順便將全身上下嘅零件都保養好。佢教你嘅呢套方法，由頭到尾都唔會令你覺得有半分痛苦。咁樣嘅長壽人生先至真正有意思。